我要喺呢度同大家道歉。第一，我真係有眼無珠。我哋有一片善良嘅意願，希望社民連可以年青化，提早交班，結果所託非人。我要為我嘅有眼無珠向大家道歉。第二，我又要同大家道歉嘅就係喺呢個賭國第一次賭國嘅時候，我係反對賭國。其實嗰陣時賭國，如果我參與，佢已經玩完，所以就冇今日咁嘅事。所以我又要喺度為我自己嘅婦人之仁向大家道歉。第三，我都係要同大家道歉，就係我哋辛苦經營4年，創立呢個社民連，喺08年選舉打咗漂亮嘅一仗，5區公投又打咗漂亮嘅一仗，結果俾啲朋黨搞散咗社民連。對我嚟講，呢個係相當痛心嘅事情，亦都辜負咗啲支持者對我嘅期望，所以又要同大家道歉。中文加油！加油！加油！各位，我曾經講過，政黨只係一個工具，人民先至係目的。喺我喺立法會就政改方案發言裏邊，我都講得好清楚。我對呢個民主政治有一個更高嘅期待，呢個係一個烏托邦嚟嘅，一個直接民主。政黨係發揮唔到任何作用嘅，但係呢個係一個好遙遠嘅理想。因為我哋知道呢個權力慾植根於人性，所有政黨逢黨必黑㗎啦。我話俾你聽，我講過90幾次，係咪？諗唔到自己就係逢黨必黑嘅受害者，係咪？但係我哋嘅諗法就係香港需要一個真正嘅民主派，香港需要一個真正嘅反對派啊嘛！我喺90年代已經揭穿咗，你民主黨唔係一個真正嘅反對派嚟噶嘛，唔係今日先講噶嘛。所以我今日帶咗一本人民最大嘅呢本書出嚟。點解我要有呢本書？5區公投實錄擺晒喺度。包括你民主黨，你投共，你有冇論述？你冇論述嘅。我哋成個5區公投運動嘅論述喺晒呢度。第一篇文章已經講得好清楚，將民主黨喺90年代開始港同盟同埋呢個匯點嘅時代，已經開始鋪緊投共之路。佢哋唔係反對派，所以我哋先要組織社民連啊嘛。令我最痛心嘅就係我嘅戰友長毛喺個電台網台節目話佢同我政見唔同，我係右，佢係左喎。你老味咁咪做咗4年。你唔企我哋呢邊，你企陶君行我呢邊，我冇意見。但係你話我同你政見唔同，大家服唔服啊？我哋喺立法會投票，有邊次同你梁國雄一樣啊？喂，真係豈有此理！我係咩唯一呢一樣？其實長毛咧真係，我識佢咁多年，一向就係推心置腹、肝膽相照。過去對佢點，佢自己係好清楚。你話我同你政見唔同，係組織社民連之前 ，OK？ 成立社民連，大家要共識呢個中間偏左社會民主主義嘅政黨啊嘛。我哋有個黨綱啊嘛，嗰本紅書仔，嗰本紅書仔寫得好清楚，我哋嘅社會政策就係中間偏左噶嘛。中間偏左喺個社會政策裏邊反映到嘅就係要求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全民退休保障，反對私有化、反對外判。100%嘅民主，100%嘅言論自由，係咪好清楚啊？呢個中間偏左立場，中間偏左嘅立場包括要捍衞公義、保護弱勢、濟弱扶傾、義無反顧。
邊一點同你長毛唔同啊？第一年、第二年，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濟弱扶傾、義無反顧、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呢句口號，佢係唔嗌嘅，係到咗08年選舉之後佢先嗌嘅。究竟係邊個唔同啊？喺成立之前，佢係托派，托洛斯基主義係極端嘅左派。OK， 佢係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佢參加咗社民連，佢就已經唔係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啦嘛。因為社會民主主義同托派同托洛斯基主義係一個好大嘅距離啊嘛。佢喺佢自己嘅立場上邊係調整啊嘛，唔好話佢背叛佢自己嘅立場，係咪啊？我點樣叫右派啊？我1988年李登輝接任總統，正式做國民黨主席嘅時候，我已經退出國民黨，係講緊20年前。而我當年喺國民黨係國民黨嘅左派啊嘛。佢話我係右派，佢係左派，我哋政見唔同。即係一對佢講呢一句説話咧，我係真係即係好心痛，同埋過去咁多年嘅奮鬥，呢啲真係搭飛機都得。我知啦，長毛可扯，長毛可扯。嗱，我就唔會鬧長毛嘅，我希望大家都唔好鬧。我而家係針對佢講呢個所謂左右政見唔同，因為好悲哀嘅，你明唔明啊？係好悲哀嘅一件事嚟嘅呢種講法，係咪？點解唔同政見咧？唔同政見你同我一齊幾年？今時今日，我哋唔好話聲討同君行，我哋對呢個當權派呢個倒行逆施表示不滿，呢個係應有之義。我企得出嚟遲啦，已經俾佢搞到周身痕啦，已經係咪？由木虱而家變咗唔係木虱嚟嘅老鼠，周身咬你啦已經係。所以各位，我哋唔係針對任何人，而係呢個社民連、社民嘅旗幟不能倒下去。即係話一個抗爭型嘅政黨，一個濟弱扶傾、義無反顧嘅政治組織，或者一面旗幟。一個爭取100%民主、100%言論自由嘅政治組織係不能倒下去。5區公投係共產黨嘅心腹大患，所以5區公投我哋推動5區公投嘅時候，已經有心理嘅準備，係會遭受到鋪天蓋地嘅打壓。5區公投完成咗之後，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於是香港民主派正式分裂啦嘛，啱唔啱啊？呢個已經係好清楚嘅事嚟噶嘛。社民連喺呢一個咁嘅階段，5區公投完成咗之後，新民主運動揭開呢個序幕之後，我哋係咪應該旗幟鮮明，做我哋嘅反對派啊？